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4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5到23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社会公义。昨天在主日信息当中，我们提到了社会公义。以色列人因为失去了社会公义的呼召，就在上帝的葡萄园里也失去了味道、美味，成为那个又酸又涩的葡萄。以色列人敬拜偶像，远离上帝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亏待需要帮助的人们。对于孤儿寡妇们，摩西的律法告诉他们，应当要保护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违背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给他们的旨意。出埃及记第22章22到24节这样说道：不可虐待寡妇或孤儿，如果你们虐待他们，我上主要垂听他们求助的呼声，且要发烈怒，使你们死在刀下。你们的妻子要成为寡妇，女儿要成为孤儿女们要成为孤儿。大卫的诗篇当中也有提到类似像这样的上帝的特质。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责任。诗篇68篇第4节到第5节。为要向上帝歌唱，歌颂他的名，为那位驾云的预备道路。他是上主，你们要在他的面前欢悦。上帝住在他的圣殿里面，他看顾孤儿，保护寡妇，他使孤独的人有家可归，被囚的人重获得自由，但叛逆的人要住在荒芜之地。诗篇146篇第7节到第9节。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，要挫败那邪恶人的诡计。也就如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换了位子就换了头脑。当以色列人开始以选民自居的时候，他们就转变了，他们看不到责任。如同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，耶稣基督所提到的那一位不饶恕人的仆人恶仆，原来他的求饶只是到最后换了个位置，就对别人恶脸相向了。今天的经文，以赛亚先知细数了以色列人的恶行，控告他们，并且说：你们要遭殃了。
以赛亚书第5章第8到第23节里头，总共出现了6次，你们要遭殃了。可见以色列人的恶行真的有够严重。先知以赛亚说：“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已经有田地房屋，还贪图更多的田地房屋。别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们竟把一大片土地给独占了。”我听见上主万军之统帅耶和华这样说：“这些豪华大厦都要荒废，无人居住。10公顷的葡萄园顶多酿10公升的酒，虽然麦种收还不到一篮的麦子。”接续后面有5次讲到你们要遭殃的，都有继续诉说的这个原因跟理由。以赛亚书的先知继续这样说到，描述以色列人其他的恶行，因为他们失去了社会公义的生命行为。以色列人自己骄傲，已经变成了你们是非不辨，光暗颠倒，甜苦不分。他们的行为也是是非不分颠倒，失去了分辨的能力。他们还自以为聪明伶俐呢。也正如同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边的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，面对撒都该人的时候所说的话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求要洗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毒蛇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已经悔改。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掉，丢到火里面。”这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。以色列人总是自以为可以逃过上帝的审判。那我们会不会存有这种侥幸的心呢？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假神偶像，但是他们却仍然是被一群盲目的人跟着敬拜。在初代教会的教堂里面也出了一些假先知，传递了假的圣灵。我们可以说这是异端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这样说道：“亲爱的朋友，对于自称有圣灵的，你们不要都相信。”约翰这样说：“你们怎么辨认上帝的灵？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是人？谁有从上帝来的灵？谁不公开承认耶稣，谁就没有从上帝来的灵。他所有的都是敌基督的灵。你们还听过这灵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”如果从假先知的语录，还有假圣灵的人行事为人能够公义吗？当然是不会的。如果假的圣灵并不教导公义，假的圣灵是用来满足耶稣和那些假先知、那一些假传道的讯息给你们。
可是孩子们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而且尽力已经胜过了假先知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灵，比属世的灵要更有力量。他们讲论世上的事，世人听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属世的，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。但是上帝的人听从上帝，不属于上帝的人就不听从我们。凭着这一点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辨别圣灵、真理的圣灵和谬误的灵。那我们如何去分辨真理的灵还有假的灵，其实并不困难并且呢，我们必须要审慎的来审视每一个人是否都按照真理的要求来做。只要我们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提到活出见证，重视上帝所托的社会公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如果我们昨天在主日信息当中所提到的葡萄树与葡萄园的收成，我们要有美好的一样这个见证，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到的，我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真爱是真理的灵和追求的公义。今天的诗篇74篇篇幅比较长，请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来研读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呼召，能够看见那一些需要帮助的弱势者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公义，也成为你我出公义的一个出口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